另外，昨昏伫嘉义中部有一间宫庙是盗火烧，4个人掉伫内底。消防人员先赶紧救出一个查甫祖、甲一个查甫囡仔，赶紧甲因送病院治疗。尾啊，佫有救出一个查甫囡仔，也毋过发现的时，这个囡仔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因来盗火原因等待调查。宫庙1楼的天厅门内底庆祝大火，暗过消防人员冒险入去，找找搁咧受困伫火场内底的人。在外口咧等的亲人，情绪激动，几啊摆想要冲入去火场，拢被阻止。警方甲消防人员渐渐包围，就惊影响救援任务。昨暗时6点外，嘉义县中部乡河美村一间宫庙向发生大火，2个阿祖甲2个查甫囡仔受困厝内，消防人员到位时阵已经全部烧起来。大做火出外拼本事外籍义工，转来发现已经一片火海，先冲入去救出其中一个查甫囡仔。叫到我抱出去了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抱出去了。这个。毋过无奈火势伤过大，义工靠甲倒伫涂骹砸伤的2个阿祖，了后救出丧尸，最后一个查甫囡仔伫1楼新民岛下骹被发现已经无喘气、心跳。后续啊，把这个阿公跟阿嬷顺利在这个1楼的客房啊，把他顺利救出。那最后一名男童啊，是在这个公庙的那个公坛旁边的桌椅啊被发现了，那救出已经无这个呼吸心跳，但是我们全部都后送了这个医院。火拍花现场救防搜线，爱个详细调查事发原因，公司准备启动维稳机制。2个阿祖都是，一个送我们家鸡嘛，哈，你的阿祖，男的阿祖，我们送到圣马尔定医院。明天啊，我们整个公所就会启动这个慰问的一个机制。宫庙内底艺术大量金纸开导火，互火势拖甲真紧。另外，导火点伫倒位，佮为虾米会导火，拢要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